去内门王者之争英雄会，2016全国高中职暨大专院校创意宋江阵头大赛第2天初赛开始。恭喜今天大会的武林盟主，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副局长叶欣雅秀贵。第3代王者之喜再现武林传奇，恭迎王者之喜与冠军旗进场。第3代王者之喜和冠军旗由去年的冠军队伍台南大学附送出场。无上尊荣第20巡雄王者梦幻的王者之喜，连续12年创意宋江阵头大赛，激烈的争霸赛即将展开。集结阵头大赛历史的冠军旗，荣耀系着历届冠军学校的布条，年年相传，见证历年大赛光荣时刻。王者之喜风云再起，请将王者之喜交还给武林盟主。王者之喜重返大会，今天起王者之喜又是单喜天下，请武林盟主将王者之喜置于座台上。冠军旗重返大会，冠军旗传承宋江文化，期盼各阵头能以不断进取的决心，团结合作，与理相争，获取最高荣耀。今天在武林盟主的见证之下，第3代王者之喜登场，万众瞩目的武林盛会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新天下的王者争霸战。再一次谢谢台南大学。因为有你为爱斗阵，2016全国创意宋江阵头大赛第2天初赛参赛队伍进场。